后来每一年过年前的这1、2个月时间，窃盗甲强盗案都特别多。昨日喺新北市就来发生一件抢案，保全到5股的一间超商的自动提款机要来补钱，互3个男子牙枪，甲125万的现金抢咧走。虽然嫌犯利用快速道路连接到高速公路，企图制造断点，要来脱离到警察的追捕，不过逃走的路线早就互警方来掌握。3点钟就甲3个嫌犯总砍起来。和警方团团包围，插铁难背，3个嫌犯佫想要反抗。你们吵架你？我不是啊！我就是听啊！双手被反扣，2涂骹，只能乖乖配合，讲出现金藏伫倒位。4就那个，就那个。嫌犯将 ATM 底现金的箱仔弹入三夹克，125万的钱马拢总找到啊！昨下晡5点外，3个嫌犯趁保全入去超商要补现金的时，牙枪抢走现金。虽然讲犯案进前有经过规划，经挖快速道路甲高速公路的这个超商下手，也毋过逻辑分局伫15分钟内，就用车牌辨识系统清楚了解因逃走的路线。同步通知附近的分局甲各队的警察，顺利将人甲抓起来。犯嫌的车辆在车阵中无法动弹，刚好我们的支援警力也一同到场，将车辆拦查并上前压制逮捕犯嫌。前后干了3点钟就破这个强盗案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专工到现场。谢谢你们大家的辛苦。几年前的1、2个月，窃盗案甲强盗案拢会增加。新北市的警方这摆除了战略的分析，嘛运用科技抓人，展现快速破案的实力，就是要叫这歹徒较乖的，唔通犯案。